1842年，清道光22年。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個地方叫做香港。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細良，我張晃，我陳仁啟，我李家宏，探險隊1842。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好啊！嗱，又到呢個星期一晚嘅呢個1842探險隊1842嘅時間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係第二次同大家見面喎。係第二次，係啦，咁咧就上一集咧就我哋講呢個咩係香港人啦，咁就都一個幾敏感嘅話題。咁就因為我哋呢個探險隊成員眾多啊，咁所以咧就呢個話題大大小小喺出邊都係我哋嘅成員嚟嘅。其實好多就會即係喺網上面提供啲資料俾我哋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講呢個四大民系啊，即係呢個鄧家啦、圍村啦、客家啦同埋福佬咁樣。咁就跟住有好多聽眾就留言俾我，佢就話其實唔係。四大民系應該係蛇齋餅粽，蛇齋餅粽，仲有呢個唔係四大發明咩？有聽眾留言就係呢個官商鄉黑，就係呢個香港而家呢個四大民系咁樣。咁當然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移民嘅城市咧，其實香港係咁，所以一個移民嘅城市咧，必然佢一個城市嘅嗰個身份認同咧係一個流動嘅觀念嚟。即係佢喺唔同嘅歷史時段裏邊咧。係有唔同嘅人咧，係移居香港。係咁，所以咧，如果執着於誰是香港人嘅血緣或者原居民嘅身份咧，呢個相當之冇意義嘅，我覺得。我覺得好危險添啊！呢件事，因為會產生所謂共產黨所講嘅敵我矛盾、非我族類嘅問題。嗱，你話如果香港島好明顯就係最早可能就係居於呢個水上嘅鄧家人、水上人啦，同埋有啲客家人嘅。係啦，咁就呢啲喺8月啦，我哋上一集講，即係其實佢哋講嘅粵語咧，廣東話咧，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佢哋用字啊各方面都唔同，口音都唔同。但係咧，其實佢哋聽得明嘅，我哋佢哋屬於粵語系嘅，粵語系，但係咧粵語系裏邊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腔調。係啦，咁所以就變咗而家呢個水上人咧，佢哋就係唔肯喺陸地上邊住，就因為唔肯交稅啦，咁所以就變成係俾呢個即係帝國排擠嘅一班人，殖民啦，住喺棚屋啦，好似而家大澳嗰啲水上嗰啲棚屋啦，或者係住喺船上邊係啊。咁實際上你話如果真正佢哋最早期咧，其實 before 1842之前咧，我諗19世紀初啊，呢個英國東印度公司嚟中國進行茶葉貿易嗰陣時咧，甚至開始鴉片貿易嗰陣時，佢哋已經係協助呢個英國嘅商船。係之前即係啲西方人嚟到香港做生意嘅時候咧，咁就係主要都係要靠呢啲水上人噶啦。同埋我諗水上人都相當厲害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話晚清或者係由呢個清末遇到西方強權啊，就節節敗退嘅話咧，其實我哋即係曾經有一個係屬於香港水上人系統嘅呢個海盜帝國，就係鄧家人嘅海盜帝國，就係呢個張寶仔嘅系統啦，就係呢個鄭一嘅老婆啊，鄭一嫂係啦，鄭一嫂。咁大家唔明就睇下呢個《魔盜王3》裏邊咧，即係阿周潤發做呢個蕭峰船長啊。咁就有一次喺新加坡開大會，中間有個女人坐喺度嘅。嗰應該就係模仿阿鄭一嫂。佢叫做程嫂，其實我估就係嗰個譯音啦，鄭同程。咁就模仿鄭一嫂嘅形象。其實就嗰個華南或者係即係成個華南地區咧，其實嗰個海盜嘅文化咧，其實就源遠流長嘅。其實喺明朝倭寇，明朝之前都有噶啦。係啦，閩同粵都係。係啦，閩粵咁啊，後來喺嗰個到咗明朝嘅時候咧，咁所謂倭寇啊嘛，倭就原本話日本人啊嘛，但係查實咧日本人係有嘅，但係其實即係成分係唔係太多嘅。主要係海商，即係華人嚟嘅。係啊，其實係海商。咁嗱，最著名嗰個係邊個咧？嗰個就係福建人啦，阿鄭芝龍啊，鄭成功個老豆。鄭成功個老豆。
鄭成功當時就喺平戶娶咗個老婆啊嘛，所以生咗阿鄭成功，所以鄭成功其實係即係有一半係日本血統混血兒嚟㗎，係啊。咁所以嗰個鄭氏家族其實就係即係成個係海洋起家嘅。但係鄭芝龍個形象咧，我哋而家就成日都以為佢係一個好 Chinese 嘅人嚟嘅，但係咧實際上如果你睇葡萄牙人嘅記載咧，佢係天主教徒嚟㗎。鄭芝龍係一個天主教徒，係啊，據說下性傾向都有啲特別嘅，因為佢同佢李坦，冇錯好似係有呢個同志式嘅關係，咁亦都係彈得一手好吉他同埋識西洋劍嘅。係。佢叫做尼古拉斯啊，係嗰個教係因為咧洋名嘅鄭芝龍，因為你天主教你入教咧，你要有個教名嘅。只要改姓名一個姓名。嗱，所以你見到咧，就當時呢個海盜帝國咧，最強大一次就係呢個擊潰呢個熱遮蘭海戰啊，打敗呢個荷蘭嘅軍海軍咧，其實都係嚟自呢啲等都係呢班呢個係即係水上人啦。咁就第二次就係頭先講啦，鄭一嫂就紅旗幫啊，就擊敗當時嘅呢個東印度公司同埋呢個清朝嘅官軍。咁收尾就招安。其實所謂嘅澳門大家姐，好多人就今日講嗰啲乜姐、乜姐、咩米華嗰啲，其實唔係。其實鄭一嫂咧招安之後咧就去咗澳門住嘅，就即係做好多嗰啲嘅即係生意啦。咁所以我諗澳門嘅第一個大家姐應該係鄭一嫂。咁啊幾好養添喎，據說，因為佢係嚟嗱，你 Facebook 嗰張相咧，大家有人質疑就話似小儀啊，係啊，冇錯，唔係小儀，方健儀。咁啊，我唔知阿方健儀睇到嘅時候有咩反應啊？咁啊，純粹我哋都冇冒犯嘅。不過呢一張似乎都係反映咗當時都幾前衛同埋幾先進嘅西式打扮。西式打扮啊！其實我哋通常咧諗起一個古代嘅中國咧，通常都係一個中原嘅文化嘅概念去諗呢個中國。其實咧呢個可能呢個古代中國其實係一種中原或者係大陸即係陸地上嘅中國。咁其實咧仲係一個就係海洋嘅中國。咁我哋往往就忽略呢樣嘢咯。其實香港咧喺 Before 1842之前咧就屬於歷史上係屬於海洋嘅中國，係啦，就係所謂以水上人啊、鄧家人啊、海盜啊，甚至係客家人嗱，咁好多人都冇印象，好多人就話自古以嚟即係華人都好似係一個單一嘅大國家。其實就係好多元化。其實好多元化。呢個海洋中國嘅華人政權咧，最先建立嘅咧就係呢個印尼嘅昆滇嘅南方共和國。南方共和國咧就係呢個香港一個好出名嘅客家歷史學家啦，羅香林咧，其實係研究過呢個南方共和國嘅歷史啊。咁咧就係一班客家人咧，就按照美國嘅公司組織嘅模式咧，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南方共和國。咁啊呢段歷史好特別嘅，好多人以為咧海外建國就即係所謂大不敬。其實曾幾何時，即係有華人喺海外咧，before 新加坡之前咧，係建立一個獨立嘅國家。收尾當然係同呢個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打仗啦，仲有咩兵敗啦。咁好多兵敗之後嘅昆滇共和國嘅人咧，嘅華人咧，其實就逃亡去咗新加坡，同埋檳城。咁就據說咧，呢個李光耀嘅祖先咧，就係由昆滇共和國走咗去嘅印尼華人，走去呢個呢個當時嘅新加坡。不過佢哋就原本應該係福建，好似係福建人嚟。其實嗰啲客家人嚟嘅，啲客家係南方共和國主要都係客家人添。係啦，關係。咁所以就係呢個多元嘅一個民族嘅歷史咧，其實亦都係香港嘅縮影嚟嘅。係。香港嘅香港人啊，所謂我哋成日講一個流動嘅概念係咩咧？就係因為佢係唔同時期嘅移民啊嘛。譬如你講明清嗰陣時咧，可能係客家。你見到台灣都係㗎，東南亞華人好多客家啦，因為佢哋就慣咗係周圍去揾食嘅，因為客家嘅意思即係佢係客嚟㗎嘛。Gas people 咧，我周圍同啲外國朋友介紹咩叫客家菜，中國嘅 gas people 或者係遊牧民族咁啊，差唔多。Gypsy 咁，你覺得嗰樣嘢啦？其實成個沿海地區，即係華人成個沿海地區咧，其實基本上因為喺近海啊，咁所以咧就係都耕唔到田嘅，啲地咧唔係好適合耕田，同埋人口爆炸，即係特別係去到明朝嘅時候咧，因為以前中國嘅歷史係點嘅咧？就通常咧即係由盛完之後就會衰噶嘛，動亂啦，跟住原因其實好簡單嘅啫。當你個朝代係穩定嘅話，啲人就搏命咁生仔生得多，資源唔夠，爭完之後，跟住就會動亂啦。動亂啦，打仗死人，死完人之後咧，死咁啲人之後咧，咁人咪少啲，資源咪多啲，結
果又會再興盛啦。呢一種循環，但係去到呢一個嘅明朝嘅時候，就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基本上係嗰個航海啊，即係歐洲嘅航海嗰個大發現，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咁結果譬如麥哲倫咧，佢咧就係環遊呢個成個地球一周啊嘛。咁佢哋澳門你都見到，即係曾幾何時，而家我唔知有冇咧呢個 Vasco da Gama，華拉士古達伽馬嘛，係啊，有個像嗰個像啊，係喺澳門好緊要啊。其實澳門係第一個捲入呢個全球化嘅，其實澳門喺明朝即係地理大發現，葡萄牙人東來之後咧，就攞咗澳門啦。其實嗰陣時佢有個名嘅，即係佢嗰個如果要講嗰度咧，澳門同埋日本嗰個聯繫咧，有個名叫銀絲貿易。哦，係啊，因為呢個呢個神戶啊、長期啊嘅一個嘅貿易噶嘛。咁嗰個貿易係靠啲咩？其實最初嘅時候咧，葡萄牙都唔係好知嘅，其實就係靠南方嘅華人，亦都係海盜啦，去帶佢行咗呢條路。咁你諗下，行一次，即係你其實嗰個理由係咩？其實葡萄牙人嚟到都係一個海盜形式嘅，都係絕對係啦，精良啲嘅裝備，即係有個火炮。咁所以你今日見到有即係種子島嘅鐵炮製，其實就係葡萄牙人嘅嘢啦。咁你長期，咁你頭先講平湖島就啱晒啦。係啊，佢個墓喺成功，個墓喺邊度？咪就喺平湖島咯。係啊，鄭成功佢喺平湖出世嘅，咁而且係喺嗰度長大。但係我哋就見到郭姓爺之後咧，就開始改造佢成為 Chinese。咁每一次都係咁㗎啦，即係每一次都係咁。不過我想兜翻頭先講開嘅，即係因為嗰個地理大發現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西班牙人啦，咁佢後來咧又兜咗個圈去過美洲，由美洲再跨過太平洋就去到菲律賓。係咁嗰陣時，佢哋咧就帶咗好多原本喺亞洲地區係冇嘅食物。譬如咧就係咩咧？呢一個嘅馬鈴薯，馬鈴薯啦、番薯主要係南美洲嚟，係啦，玉米啦，呢啲咁樣嘅，呢啲咧就喺山地嘅地方咧就係比較容易種植嘅。咁因為咧喺福建沿海一帶嘅人咧，就佢哋咧都係通常咧就揾唔到食，喺陸地揾唔到食，咁佢哋通常咧就喺海洋坐船咧就去到菲律賓。咁所以好多福建人其實喺菲律賓嘅，而家都係。咁佢哋咧就喺呢一個菲律賓嘅地方咧，就同呢一個西班牙人相遇啦。咁啊就將呢啲咁樣嘅新大陸所種植嘅呢啲咁樣嘅物種交換，就帶咗去呢一個中國。結果咧就呢啲咁嘅馬鈴薯又好啊，番薯又好啊，粟米又好，去到呢個中國嘅時候咧，就喺山區都種到。咁結果就出事啦。咩事咧？以前咧唔夠糧食食嘅時候咧，咁結果咪打仗咪死人咯。死完人之後嘅話，跟住又再兜個圈再嚟過啫嘛。但係呢啲咁嘅食物去到中國之後咧，咦？養咗好多人都唔死喎，都唔死，人口繼續上升喎，所以突然間突破1億喎。但係以前通常係咁成過千年咧，大概人口都係唔會過1億嘅，幾千萬人嘅啫。但係自從呢咁嘅新嘅糧食去到之後咧，就人口就不停突破啦，1億到咗乾隆大概4億咁樣不停咁樣膨脹落去。咁所以呢啲沿海地區嘅人嗱，內陸地區冇嘢㗎，佢咪四圍去山區度去撈晒咯。而沿海地區嘅人點樣出海咯？嗱，其實都造成咗兩個好特別嘅現象，同香港有關嘅。其實第一個就係出海啦，即係東南亞嗰個開發咧，其實都同呢啲即係閩粵嘅人出海有關，因為最近啊嘛。其實第二係咩咧？就係變成咧嗰個耕地不足啊。係啊，耕地不足就所謂客家人同本地人之間嗰個衝突越嚟越厲害。咁我哋上一集播點解話客家圍村裏邊個個都習武咧？亦都係太平軍點解個喺粵匪啊？清朝嘅文獻裏邊叫做粵匪，就係喺廣東出現嘅呢啲嘅客家人，點解會武裝起義咧？就因為最初其實係械鬥，係土客之爭，係啦，即係本地人，土即係本地人，客就客家人。咁大家就械鬥，咁咧就不斷咁樣打起上嚟，就令到個社會越嚟越軍事化。係，因為客家人就除咗學下鳳眼捶螳螂拳之外，就開始要用兵器啦。即係所以客家你睇到今日咧，我唔知琴日上次播嗰段片裏邊有個藤牌嘅。其實客家嗰個武器裏邊咧，好多都係喺軍事用途裏邊嘅。係，即係唔係表演我哋而家今日嗰啲武術嗰啲咁嘅嘢嚟嘅。唔係花拳繡腿，係啦，for軍事用拳套用嘅。咁咧就所以香港亦都係太平軍敗亡之後咧，就好多客家人咧，就係譬如。我哋上次播嗰啲客家拳師咧，都講到即係石達開啊、太平天國嘅後人咧，都即係啲敗兵啊，就嚟咗香港。有啲就咧流落咗東南亞，因為咧佢原本客家嘅系統咧，其實早已經植根於東南亞。係咁，所以當佢哋即係太平天國敗亡之後咧，佢哋要逃亡嗰陣時咧，就係沿住呢條路咧，
就一路去咗東南亞。咁亦都係成為咧即係收尾之後嘅當地嘅洪門啊、幫會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同呢啲太平天國嘅敗軍咧係有關嘅。係講開呢個部分咧，我好喜歡嘅即係香港大學前校長黃庚武大教授咧，咁啊即係呢一個海外華人研究嘅權威嘅好多嘅新加坡。咁佢大概即係黃庚武嘅研究入邊咧，其實我嘅閱讀或者我嘅理解入邊咧，其實佢會覺得就係海外華人咧，其實係自成一國嘅，相對於即係所謂嘅即係中國大陸嘅正宗嘅文化咧，佢哋有自己一套嘅玩法。係咁即係黃庚武教授入邊嘅，即係佢喺香港咧，其實在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有啲類似嘅境況。香港我覺得就屬於海洋嘅中國人，或者用黃庚武嘅講法叫做即係離散嘅中國人。內陸嘅中國人咧就即係所謂嘅我哋大中華正統，即係儒家文化、宗族文化嗰啲啦。咁但係海洋嘅中國人咧，其實同歐洲一個地方好相似，就係荷蘭。因為荷蘭其實係一個用填海嚟去造地嘅，即係阿姆斯特丹係咁樣嘅一個地方。佢唔係話靠個貴族去控制個土地，嗰種封建嘅採邑制度咧係冇辦法生根。其實香港都係一樣嘅，好多呢啲嘅沿海出海嘅嗰啲嘅上岸嗰啲地方咧，其實佢登陸嗰陣時咧，可能根本係冇一個主導嘅既有勢力喺度。香港就係咁啦。一路填海一路造地噶嘛，咁你嗱同新界個形態就好唔同啦。新界就有地主喺度噶嘛，有地主喺度佢咪惡咯，話事咯。咁但係冇嘅係造地嘅，譬如你嗰啲摩地嚟到呢啲拜火教徒嚟到，咁咪同阿姐打一齊投地，就投咗而家中環同埋尖沙咀嗰啲新填海嗰啲地咯。咁變咗就冇一個所謂嘅地主啊既有勢力喺度咧。咁結果發展出嚟嘅文化咧。嗰個就係我哋叫做一種自由主義嘅文化。其實阿姆斯特丹都係一樣，你見到無論佢喺食大麻啊、妓女合法化啊、安樂死啊，好多呢啲即係強調人身自由嘅嘢咧，都係同佢起源14世紀嗰陣時咧，由一個漁村，然後填海造地所發展出嚟嘅嗰種城市文化有好大關係嘅。所以我覺得香港係好相似嘅。香港係亞洲嘅阿姆斯特丹嚟嘅。因為佢又係水上人填海造地，咁然後咧就開始一路發展出一個商貿。嗱，15、16世紀就係荷蘭商貿嘅黃金時代，跟住就嚟亞洲啦。跟住荷屬東印度公司就嚟亞洲啦。所以第一個股票市場點解會喺阿姆斯特丹出現？亦都係同嗰個貿易所帶嚟嘅嗰種嘅繁榮富庶有關。其實香港都係一樣噶。貿易係大家喺度交易做唔同嘅嘢。最重要分嗰個相同係咩咧？就係荷蘭其實原本係天主教，即係屬於西班牙嘅。到荷蘭即係擺脫咗西班牙獨立之後咧，佢咧就收留咗全歐洲咧被天主教迫害嗰啲加爾文教徒、新教徒啊嗰啲。咁裏邊有好多係商人同埋咩咧係印刷工匠。所以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嘅呢個知識傳播嘅中心啊！其實個原因就係佢收留咗好多俾人迫害或者要逃離宗教裁判所啊、宗教審判啊嗰啲咁嘅人嘅，同香港咪一樣咯。成個中國嘅變動，即係佢哋就由14世紀開始啦，我哋由19世紀中期開始啦。就係中國嘅變動裏邊，好多被主流排擠嘅人、歧視嘅人，包括喺印度俾人排擠嘅商人、嗰啲拜火教徒、亞美尼亞人，包括係喺呢個內陸俾人排擠嘅人，譬如鄧家人啊、客家人啊，甚至係好多信仰、政治思想，因為咁嘅原因走嚟香港嘅人。所以變成就香港變成一個即係自由嘅文化，其實就一路咁樣發展出嚟，收留咗好多人就帶嚟語言，呢個好有趣嘅地方。譬如我哋舉一個實際嘅例子，就係漢語運動，即係國語運動喺蔣介石搞國語運動，咁結果就係排擠咗一批人就，咁嗰啲人去咗邊咧？就去一個避風塘嘅避難所，嗰咪香港咯。咁香港點解會有電影咁早有電影出現？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戲曲文化嘅嘢？中國電影嘅即係嘅開始嚟嘅，即係中國電影其實黎姿黎文偉啊，個祖父啊，係黎文偉啊，黎文偉，我好差嘅呢啲概念，我想唔講。黎姿個阿媽，好似我就唔知係咪佢。係黎姿嘅，係黎姿嘅屋企人，係家族就係跟國父去拍呢個北伐噶嘛。係啊，其中最出名嗰個叫做咩？莊子侍妻啊嘛，佢自己要男扮女啊嘛。嗰陣時因為
女士都唔拍戲嘅。咁其實甚或乎就係去到香港嘅電影，即係東方荷里活啦，香港叫做咁。你其實就係有最出名嘅邵氏啦，有國貿啦，咁有國泰電影啦。國泰電影其實邊個啫？國泰電影陸運濤即係咩人啫？馬拉人一個馬拉佬。所以我想翻嚟頭先講開嗰樣嘢咧，就係嗰個大陸嘅文化同埋個海洋嘅文化嗰個情況。頭先討論嘅時候，我突然間醒起咩咧？醒起唐朝嘅有篇呢一個嘅呢個唐傳奇啊，就係咩咧？就係《虬髯客傳》啊。咁啊，虬髯係啦，五分女冇錯。咁啊，虬髯客咧，你知道係佢英明神武噶嘛？但係最後咧，佢係。結果最後個天下咧就俾咗李世民啊嘛，同洪忽走咗去，冇就同洪忽走咗，佢係走咗去。後來最後嗰段交代咧就係佢去咗海外建國啊嘛，係咩？係啊，會唔會係嚟咗香港城邦？唔知啦，唔知去咗邊啦。正所謂九龍啊嘛，所以其實呢篇文咧就喺唐朝嘅時候已經係咁樣寫噶啦。咁大家通常都係當佢係小説咁，小説咁睇啊。事實係咁嘅樣喎。嗱，頭先你講過南方共和國啦，係咪？咁其實嗱，如果你去泰國嘅話咧，泰國嘅話咧，即係而家嘅呢個泰國王朝嘅之前係有一個叫做鄭王啊嘛，鄭王爺姓鄭啊嘛，客家人嚟嘅，係啦，唔係潮州人係啦，鄭王爺係潮州人嚟嘅喎。而家呢個泰國嘅拉瑪王朝有華人血統㗎，其實係啊，冇錯啦。而家呢個即係而家泰國王朝嘅嗰個始祖咧，原本係鄭王爺嘅手下嚟㗎嘛，係啦，鄭王爺就係潮州人，佢哋去過嗱，就係咁嘅樣啦，中原人。即係佢中原呢個唔係呢個中國嘅海上面嘅人，咁啊去第二度就建國。嗱，我補充下拉瑪王朝嗰啲名咧，大家都會識嘅，即係 Anna and the King， 係冇錯啦，King Mongkut 係啦，即係周潤發係啦，即係周潤發嗰度，或者佢個仔咁個仔咧，去泰國實識你哋就住啦龍宮。嗱，另外我又想講下，即係突然間講喺呢個海，所以你唔好成日以為咧呢一個嘅所謂嘅中華嘅海洋文化咧就係化外之地啊！佢哋係去咗東南亞係建國㗎。另外一個就係邊個咧？呢個菲律賓嘅國父黎沙啊嘛。但係你知唔知黎沙嘅血統？佢係福建人，同我同鄉福建晉江人嚟嘅。講開黎沙，插一句嘴啫。黎沙喺香港讀書㗎，係啊。嗱，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話呢個海洋文化咧，佢係即係好似虬髯客咁樣。喂，你行下就跌咗落個禁區喎，可能獨立建國。華人喺海外獨立建國。咁另外咧一個咧就係新加坡啦，係好明顯。新加坡而家仲喺度。咁所以即係你都見到成日有所謂海洋嘅文化，亦都有呢個嘅大陸嘅。我補翻個底先，有個問題。我補翻個底先。嗱，南方共和國咧係佢其實個名唔係叫南方共和國，佢係南方公司。南方共和國係後邊嘅人去之後再叫佢嘅啫。嗱，佢哋係做生意嘅啫。不過咧做得太大、太有規模、有軍隊嘅，會收稅嘅。東印度公司都係，無論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者係呢個英國東印度公司都係，佢都係一間公司嚟噶嘛。但係佢有軍隊，佢有炮。佢殖民印度嗰陣時，佢就同佢直情係用一間公司嚟到管理印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嘅南方公司，佢今日去沙巴咧，其實都仲會見到好多即係一啲華人嘅墳墓嘅墓地入邊咧，都會見到呢啲嘅痕跡喺度嘅。你有咩問題？我個問題咧，其實大家講咗好耐，就係海洋文化嗰種嘅點樣影響香港同埋海外華人。但係我又諗到一個問題，就係當我睇翻一啲嘅文章嘅時候咧，其實香港有好多人係有種難民嘅心態嘅，即係佢係逃難嚟香港，然後覺得香港係一個喺生活條件上好啲，或者佢可以揾到餐晏仔。其實呢種難民心態會唔會係近啲係大陸文化咧？我覺得有個矛盾。就算去南洋嘅中國人咧，其實佢都未必諗住喺嗰度落地生活。係啊，都係暫住即係揾食嘅啫。所以我哋成日中文有個所謂僑居啦。我細個成日都問我屋企人。因為行彌敦道咧，見到好多同鄉會噶嘛，咁啊有啲叫做旅港乜乜同鄉會嘛，旅港開平同鄉會，旅港石獅同鄉會，旅港晉江同鄉會，好多旅港同鄉會，好多學校都係用係啦旅。咁咩意思咧？其實佢真係旅居嘅啫。嗱，所以我哋中國人咧有時候要落，即係呢個歸根業歸根啊嘛。人死咗就要翻去噶嘛。
所以點解咧？我哋香港最出名嘅東華三院，東華義莊嘅東華義莊啊嘛，就係當時我哋啲華人啊，就係後生嘅時候就去到美洲又好，澳洲又好，去到東南亞揾食都好。但係死咗之後咧，都要咧落葉就歸根。咁你喺海外死咗之後咧，咁啊嗰副棺材啊都要翻鄉下㗎。咁啊點樣做咧？當時無論你喺海外各地啲棺材點咧，就喺由海外就嚟到香港嘅呢個嘅東華義莊就集中好多嘅棺材喺度啦。跟住東華就幫手咧，將呢啲咁樣嘅棺材咧就搬翻去其實呢個就係各地嘅香港早期鄉下啦最大特色嘅叫做鹹魚物流業啊。係鹹魚，就叫金山真係鹹魚物流全球嘅鹹魚物流業叫做金山棺，你就可以通過東華咧就係 book 船期 book 定個棺材。大家記住船唔係成日運屍體噶嘛，咁就有啲指定嘅路線、航線，譬如喺舊金山、秘魯或者係溫哥華等等咧，佢就會有啲金山棺可以裝鹹魚嘅。最高紀錄試過一艘船係裝90幾條鹹魚運翻嚟香港嘅。跟住再發散。然後香港就係話原來你祖籍係天津，咁啊香港再揾船駁船就將條鹹魚運翻去天津。咁啊冇人認領嗰啲就喺義莊啦，就擺咗喺度啦。我咧即係因為咧我啲嘅祖先咧都係喺東華義莊嗰邊嘅，咁咧以前細個去咧，即係嗱呢啲好陰森啊，好陰森，好驚，真係去義莊嗰度去義莊，咁去義莊啦，咁拜祭，咁啊落咗去義莊嗰度，咁啊以前未裝修又黑，咁你知㗎啦，梗係即係所謂清明嘅時候又凍，咁啊成日唔明啦，點解呢間屋仔寫住客廳嘅咧？咁我呢係曳啊嘛，我呢啲人。咁啊，揈開咗老豆，咁啊自己躝入去。點解中間嗰度有幾副棺材擺嘅？跟住喺度喊嘅，揾翻我老豆啦。咁有冇打開嚟睇啊？咁跟住就冇彈出嚟，跟住我就俾人打啦。咁但係咧，原來客廳咧，即係我哋咁就會明白，其實就係東華義莊，其實嗰啲屍體咧，基本上香港咧係一個中轉站，嗰個叫做鹹魚嘅 Airbnb 嚟嘅，暫存嘅啫，暫存嘅啫。咁但係我老豆話咧，有啲擺咗好耐㗎咯喎。咁我話其實可能即係如果諗翻轉頭就係可能真係冇人認領。所以我就話，如果我哋唔理解個海洋中國嗰段歷史咧，我哋成日都以為因為1842開港開埠。好快我哋就進入咗全球化嘅貿易，咁然後就建立咗同海外華人嘅關係。其實唔係，嗰個關係從來都喺度嘅，係。但係香港係因為係啦，1842之後成為英國人嘅一個貿易中轉站，佢先慢慢發展，所以就接上咗呢個已經存在咗嘅華人嘅一個 network，一個全球化嘅由明朝或者甚至係宋朝已經出海嘅呢個閩粵嘅一個華人嘅。所以你見到今日喺 Chinatown 一樣係講粵語㗎，係咪？點解一到而家？當然，譬如你去到溫哥華，好多人已經講普通話啦。因為大陸，但係主流嘅仍然係講粵語，鬼佬仍然是粵語。嗱，你見到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裏邊唔知第3集。Maggie Q 啊，Maggie Q 係講廣東話噶嘛？嗰個廣東話就真係好難搞嘅嗰句。係啊，佢係講廣東話噶嘛？即係喺外國人眼中視為正統嘅華人嘅語言，其實曾幾何時係廣東話。嗰句係咩咧？我好論盡，不過大家要好小心、好細微先聽到佢講我好論盡呢4個字。聽下變咗聽下粗口添喎。咁嗱，其實就講到而家咧，其實我哋都未進入正題，就仲係講上一集嘅呢個未講完嘅嘢。咁其實我哋今日主要講就係同香港人身份一個好密切嘅關係。我哋要一路講話佢係一個流動嘅觀念啊嘛。咁但係究竟乜嘢係一個組成嘅元素去 identify 你係香港人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語言係就所謂香港話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我哋翻嚟咧就正式進入我哋嘅呢個香港話嘅呢一集嘅呢個主題啦。好，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